歡迎嚟到希瑪醫療集團旗下嘅香港內視鏡中心，我哋致力為你提供一站式內視鏡服務，由預約檢查到術後跟進，全方位關顧你嘅需要。術後休息區由醫護人員全程監察你嘅復原進度，讓你在檢查後能安心休息。中心配備 Olympus 內視鏡系統，高清雙重對焦，精準篩查及切除息肉，嚴格控制感染風險，使用獨立即棄配件，預防交叉感染。喺獨立清洗消毒區，我哋採用 Olympus OERAW 全自動消毒機，執行最嚴格嘅衛生把關，確保所有內視鏡同埋配件達到最高消毒標準。經清洗後嘅儀器會儲存於 Olympus EDC Plus 智能儲存櫃中，系統採用雙獨立氣流，嚴密管理溫度與濕度，符合國際衛生標準，有效抑制細菌滋生。定期篩查係守護腸胃健康嘅關鍵，立即聯絡香港內視鏡中心，為你嘅健康作最好準備。